等咗50年 ，LEGO 終於放大招，佢哋揀咗喺 Vegas 舉行嘅 CES 電子展上面發佈可以話係最重大嘅革新，一個無需要屏幕、無需要用 App， 同時兼容到原有 LEGO 嘅神奇積木，將大家嘅想像變成現實。新嘅 LEGO Smart Play 積木唔單止會發聲發光，飛機飛嘅時候會有引擎聲，跌落地下又會有墜機嘅爆炸聲音，擺個人上去仲會多咗人聲。呢粒超級積木內建咗20項專利技術，有加速度計、揚聲器、聲音合成器、LED 燈、感應器同磁性線圈。積木同積木之間仲識互相感應，就算遠距離都可以認得對方，搖一搖就即刻啟動。而第一批 LEGO Smart Play 登場嘅係星球大戰系列，黑武士戰機會發出引擎聲 ，X-Wing 嘅 laser 會有爆炸嘅效果，光劍對決會有埋原版嘅聲效。細個諗住公仔會喐會發聲，而家真係可以變成真啦！3套套裝3月1起就會登場，價錢由100蚊美金至到160蚊美金。如果你都係星戰迷，又中意 LEGO， 呢個組合真係完美到喊啊！有小朋友嘅家長又會幫佢哋揀邊套呢？而我作為 LEGO fans，當然係要晒啦。